磅礴，穿越世界无际，从我故乡的云端，面根蜿蜒，雄一掠过的崇山峻岭间，能看到四处划过的痕迹，在冰雪融化的冰川遗迹中，还能闻到湿润灵魂的茶香。龙目山顶飘扬的金帆，是唐伯儿女千年不变的祈愿。澜沧江河汹涌的浪涛，记载着祖辈的勤劳和智慧。区蜿蜒的古道西风间，洒落着多少唐伯人的传奇，洒落着多少唐伯人的传奇。人太多了，人太多了。还行了，多云的。还行，多云。太阳没出来。谢谢表演。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各组来到现场的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才开始哎。主办方而且namba 동소소선의 페퍼 컨텐츠 너기죠 주부 namba 최 namba跟抗总。 Ladies and gentlemen, most respected leaders, dear audience, good morning. 9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银山如锦绣，晴川得及此间无。今天非常荣幸和大家共同的相会在天府之国四川成都，这里是青海省玉树州生态旅游和有机农畜产品成都推介会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主持人刘栋栋。首先，请允许我们荣幸的代表本次活动的主办方玉树州，向莅临现场的各位领导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来关心支持我们玉树经济社会发展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欢迎大家。 主播namba等那呢聪明贤妻玉树客接对显著天气动健康有果成都的常用我者从的也有个人俺呢天的东西把起来去这人跟你撇吧感谢谢 I am today's hostess, Turnpei Kar from Yushu. Today we are gathered here in Chengdu for Qinghai Province, Yushu Prefecture, Eco-Tourism and Organic Animal Products Promotion Conference. I'm very honored to be the hostess with Mr. Liu and Ms. Qu Zhen. 谢谢。5月孟夏正是一年当中最为美好的时节，我们沿着茶马古道的南线，带着玉树、成都、甘孜、那曲2300多万各族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大家齐聚幸福成都，在这里共同感受我们玉树州的独特魅力，共谋发展，共话未来。忆往昔。 茶马古道见证了我们四地各族人民群众在追求美好幸福生活过程当中的奋斗身影和发展历程。而看今朝，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我们各族人民群众也共同用智慧和汗水擘画属于我们自己的宏伟蓝图。我们各地人民正在不断地加强着交流、交融、交往，携手高质量发展。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的幸福感、收获感越来越高。 小圈动聪明人的热情年纪经济把娘的这了，咱这我却有没都娘的也有。成都东玉树呢，加大哪能叫看到的目的，哪地个当今月前了，我查到这。
如果动了年我家到南朗东，同别南朗街谁给的母，从里见着你，没人认着东，听着街谁上的。那这个一浪的，左边二浪的成都东、甘蔗、榆树、闹桥、哈萨街东这体心里，浪这沙头蒙出街这个沙巴东，沙克有我的那一个，穷干两只皮筋啦，跟着动物个有沙巴之夜。第二俺出热土沙中间吃东啊东，人力喷上错吧，榆树要抓些东买得到钱的，甚至他已经买头不连接电不成都的用啊也。对呀，他第二个国家的东店里，他干一节年纪人力有活动，到种个显示的天气不切头我偏见是哪把的，切哪了，俺里谁一等不，让这聪眼全国有水呀，常用我这心里，让你啦，堂亲3个月。In the fragrant midsummer of May, we followed the footsteps of the ancient horseback tea trading road, carrying the dream of 20 million ethnic people, hoping for a better, for a prosperous life. We aim for achieving this dream by a stronger and closer cooperation. 但回报这份情谊，有请老师们。当人主错，吉木拉日巴个摇巴，不人出巴也稀巴啦，当不俺木拉激动些，电厂俺木拉松动些，
天长俺们那主动些，天长俺们那鼓动些。别人这些别个娘嘛，点着别个干嘛？喷生出别个人把牙不你都有啊！我。哎呀，我的神呐！不是hồ cá yo lê khá la trơ mà yo lê la ra ye qua ye yo lê cu pi đi trôi yo lê
冬子呀嘞，没有住个呀嘞。此刻应该有掌声，而且掌声可以再猛烈一点。哎，谢谢姑娘小伙子们，这就是我们藏族服饰的独特魅力。什么叫古朴和现代交融，民族和世界碰撞呢？在这一环节当中就充分的体现出来。其实说到这份美，费孝通先生早就说过，他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再次感谢我们藏族的姑娘小伙子们为我们带来的藏族服饰秀。今天呢，我们的推介的会线。嘿，大家下午好吗？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好不好？谢谢。 Here we go, everybody！ 全场动作过了，全座场面喇叭哑了，九九万岁 ，716。让我看到你们的手好不好？后面的，耶耶耶耶，谢谢。Say go， 万岁 716， 1376666，万岁 716， yeah，Say go， 解散动着让这里，解散动着让这里，解散动着让这里。嘿。 Here we go, everybody！ 全场动作过了，全座场面喇叭哑了，九九万岁 ，716， 1376666，万岁 716， yeah，Say go， 万岁 716， 1376666，万岁 716， yeah，Say go， 这让解散动着。 나랑 제사 동자 제사 동자 만나 잠보
谢谢高天庆，这是的嘞。谢谢 AN 有组合，谢谢演唱。我们今天掌声有请。放人嘛，帮你去噻。
谢谢表演《七月赛马节》。其实通过刚刚的节目，我们大家都感受到，在我们玉树有一句流传千古的老话：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着我们玉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舞步，来感受我们那里的独特生活写照。有请各位舞蹈老师，有请。
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朋友们，玉树是总书记牵挂的地方，是承载着我们全国人民无疆大爱的感恩之城。希望我们从成都出发，沿着川青藏中线，共同感受来自大美江源玉树的独特魅力，去共同感受承载着中华文明相互交融、相互共享荣光的发展之路。情缘自此始，山河从此去。山总水源，大美青海，江源玉树，欢迎您！山在玉树。玉树呢，一下手机黑情平移，肯定懂，先看懂我3018万些。家用萌萌气，容他面部，简单轻薄均匀，中气黑就业。健康动，简单养你先生，让这个也能查克动。轻松拉等你，年纪49岁不，上本领地图啥我的。左边有浪动，后边哪浪呢？大灯公就成功啦，节奏300岁一月。中国能吧？聪明天气玉树科技健康有活动，坚定天柱天际，成都你参考从政的，大大很少错不过你，热热外的。用家充满了，天气晴活动，日满安村，还有全国玉树你热万民，大葱吗？谢联络家，感谢嘞。Dear friends, on behalf of Yushu, I hereby extend a sincere welcome to Yushu. Let us follow the road set foot on the Qinghai-Sichuan Tibet Central Route, a road that bears the witness of shared glory of Chinese nation. Let us follow the three rivers upstream, the birth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mbark on the pursuit of the soul of the journey. Today, welcome to Yushu Ecotourism Agriculture Products Chengdu Promotion Conference has come to a successful end. Goodbye for now and see you next time.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青海省玉树州生态旅游和有机农畜产品成都推介会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我们玉树不见不散。希望各位领导来宾在成都工作顺利，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再见。如果有捡拾到的朋友，麻烦您提供到我们舞台右侧的音控区，谢谢，感谢大家。再次向大家发出热情邀请，大家可以参加地于我们洲际酒店2楼红土地。
藏在玉树，看我孤岛。看一下他们的特产，这个就是鱼，刚刚说的全是虫草控。牦牛肉、串串我先是的，你10年那个经济时间点要快的那个对，还是快要跟上，但是在一个好热呀！我就没办法吃不着过来买。牦牛鲜奶，这个是茶，景山咖啡，所有的茶带，这是肉现拌，啤酒。要哪一杯吗？是呀，关走了。这个是料。这个酥油茶。哎，企业过来了。来几个人？只一个人来吗？没有，我们一家人都在。哦，一家人啊！我以为他们团队的也来了。文旅局长、干妈局长，来了，什么时候来？麻刚刚来了吗？烦您来一下音控室。你刚刚那个全部看完了吗？看完了，我就在那里看的时候，你们在那个缘分，你们俩在那前面，对。小李哥也来了。是呀。可能他要沿路把带上来。昨天我也来了，昨天我待到4点多下午。咱们现场有没有成都县文旅局的干妈求文局长？我们的财政白嘎老师正在找您。成都县文旅局的干妈求文局长，如果您在现场的话，麻烦到这个舞台左侧的音控区。财政白嘎老师正在找您，麻烦您。可以上来。干妈求文局长，干妈求文局长，紧急呼叫。是饮料。天上仙女就是香吗？应该是藏香吧。这个是呀，这不能把简单吃吃全家这啥药，放里面这种简单吃。这个春草，这是春草，春草。萝卜茶和然后是海拔3、4千米以上才有。这饮料。哇，也有点大哦。这边转一圈。我有兴趣的就是那个串串，吃串串这块。把手机，没有了吗？这边有。酒啊那些。
这是哈达吧？这个是天珠，全是介绍。左舞之前就主要就是跳锅庄舞的，藏族左舞的锅庄舞，翻译不一样。漂流我没见搞漂流，摄影目的地，生态旅游目的地太多了，像这种高原上。成都，这是哪个县的那个玉树州的，这个是南迁大峡谷。哎呦，这些他们好像说玉树那边不收门票，确实。啊，国宝。哎呀，这边去麦当劳吃那个，吃点那个啥东西？它那个冰淇淋嘛，炸多去拿来，多成都。哦，这个是摄影。拍出来都漂亮哦！太多了，今天人都没有来，有点热，真是太热了，视频就关掉了啊。